大家好，今日我哋會學習點樣用 Wemos D1R1 主控板結合 Max 30100心率血氧感測器同 Max 72198X8 LED 點陣屏，製作一個智能心率與血氧健康監測儀。首先我哋嚟擺好硬件，把 X8 LED 點陣屏嘅 CS 放喺 A1，CLK 放喺 A2，DIN 放喺 A3，GND 放喺 A4，VCC 放喺 A5。而 Max 30100感測器嘅 INT 放喺 A10，SDA 放喺 A11，SCL 放喺 A12，GND 放喺 A13，VIN 放喺 A14。4700歐姆嘅電阻放喺 D11、G11 同 D12、G12。之後我哋駁電路，首先駁 LED 點陣屏嘅線，J1 駁去 Wemos 嘅 D10腳位，Y2 駁去 Wemos 嘅 D13腳位，J3 駁去 Wemos 嘅 D11腳位，J4 駁去 Wemos 嘅 GND 腳位，J5 駁去 Wemos 嘅五呼腳位。跟住駁 Max 30100感測器嘅線，J11 駁去 D4腳位，J12 駁去 D3腳位，J13 駁去 Wemos 嘅 GND 腳位，J14 駁去 Wemos D1 嘅 3.3V 腳位。硬件接線完成後，我哋打開右上角嘅 code， 呢段 code 嘅重點，賦予腳位初始化，設定點陣屏 D11DIN、D13 CLK、D10 CS 同 Max 30100感測器 I2C 界面 D4 SCL、D3 SDA。另外表情圖案定義笑臉，表示心率喺60-100bpm 正常範圍；平臉讀數未穩定或等待中；同哭臉心率偏高或偏低。最後心率與血氧檢測邏輯，實時讀取心率 BPM 同血氧 SPO2。當連續穩定讀取數秒後，系統會根據心率數據喺 8X8 LED 點陣屏上即時顯示對應嘅健康狀態表情。check 完 code 冇問題之後，就可以開始模擬。呢個智能心率血氧監測系統就係咁簡單，大家快啲跟住試下啦。